王草娘。王炮看见辛可怡，吩咐苏家来带去。蔬菜见势真欢喜，就去上街看日子。日值8月15年，夫妻相会月大圆。蔬菜摕来笑眯眯，一时办盘送日头。天哥心酸目泪流，你搭带去得亲人，害我相思挂长长。草娘劝哥心无悲，小妹转来也有时。小妹无秒通相送，白莲荷包送天哥，摆摆去带较强无。毋嫌小妹的歹意，送你天哥做表记。草娘说出纸温情，天哥无秒通送行。带着温情无通送，送你丝线共画面，送你金簪共金腿，拜别天哥要起身。双人相爱惜如金，一时分别难开心。挂掉天哥你一身，千挂万条挂了长。草娘上桥要带去，天哥目屎也好流，袂知去后何时转，但得何时再相逢。苏家一时就带来一暝心知疑。蔬菜开喙来问伊，问你腹肚面怎大？草娘出言就应伊，阮是长去才上生，明日上街请先生。先生入门来看症，是长去毋应伊。蔬菜心中就含疑，袂有一个生一儿。苏家大岁闹纷纷，草娘因米生一孙。蔬菜问知就毋知，最近放桥就送去。王炮看见望因伊，今日做出咩代志？草娘规落说起你离金大无受体。王炮见势心喜起，就嘛前比甲上生。天哥问你惊半死，就问小妹上惊疑。耽误小妹你倒边，金大只带去我害你一身无人知。小妹说出天哥听，天哥你心大白定，只是小妹生歹命。王炮心中有主意，送去苏家去行医，送来蔬菜又毋知。王炮想了一个字。王炮一时得在机，做得一桩去告伊，告得蔬菜二妻儿，二妻儿无咩道理。蔬菜问你去冲天，抱奈王炮咩道理？毋嫌你的代志，告我毋知我毋惊。离了妻母好名声，就做诉状到官厅。